台湾的咖啡文化，啉咖啡伫即马的台湾是一件世上的代志。毋过，咖啡伫台湾的历史甲伊的文化意义，较少人了解。这篇底文就来简单讲一下。日本时代进前，台湾都有在来的咖啡树，早期号做地乌发现啊。台湾的原住民无咧啉咖啡，是摕伊嫩嫩的树蛙来做豆仔。后来，为清国内底徙来台湾的移民，嘛无得啉咖啡，因惯势啉的是茶心茶。所以，咖啡伫台湾历史呢，其实毋是虾米事件的饮料。清国末年迄卡头，台湾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甲殖民主义全球化的重大改变。台湾开港了后，台省是英国的生理人引进咖啡，在地三角影，即马的三甲正做。虽讲有成功，却因为火灾，咖啡体烧了了。到日本时代，日本人伫台湾才有计划的来种咖啡。1901年，日本总督府的技师田代安定桑伫垦丁试种咖啡。1904年采收了后，去伫东台湾大规模试种，毋过拄着咖啡节，古不将甲规个咖啡树撤去。煞来到1918年，家己农业试验之所收集台湾各地试种的咖啡栽，研究发栽的法度，了后成立都南产业会社，大规模来种咖啡。到1928年的时，台湾生产的咖啡就有销去日本咯。资本主义伫日本时代的台湾社会起鼓，随望阶级问题嘛对咧出现。上时社会经济是大滑坡，铺户、洋行、酒楼、百货公司、咖啡馆等等，新的商业拢豆豆啊在加热。台湾的第一间咖啡馆是1912年12月初1。伫台北新公园开幕的咖啡兰。1930年，大稻埕出现第一间台湾人家己经营的威德咖啡馆。伊的徒子后来走出来家己开一间保利路西餐厅，到今也有在营业。迄个时代咖啡真贵，一般人啉袂起。毋过艺文界人士时常伫咖啡馆里聚会开讲，咖啡自然成做一款文化饮料。咖啡馆是现代化的标示，啉咖啡嘛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。第二摆世界大战爆发了后，咖啡真紧就败市，咖啡体拍远去。战后，中国国民政府甲台湾社会拖入去战时体制，硬甲资本主义的发展跌落去。伫白色恐怖的期间，咖啡馆煞变做代表车花的所在，去互政府甲扣重税。伫使正当的咖啡馆恶生存，营营是爱兼做色情的，较有通趁。伫美军驻台的时，咖啡粉对咧互引进台湾。迄时若有人会使泡咖啡来啉，的确是摕到为美军福利社来的咖啡粉。总是一般人嘛是无通啉咖啡啦。台湾伫美国西人甲中国国民党独裁呢进行计划经济，民生物质了了啊富起来。两个蒋总统，一个翘起，一个老去。台湾的政治管制就看看冷去，因为经济甲政治的势面改变，搁台湾甲全球市场的连接拉麻，咖啡豆大量进口
致使咖啡的成本降低。就安尼，有能力消费咖啡的人嘛变多。自1980年代起，咖啡的市场就全面复兴。除了本土的咖啡馆一间仔一间布出来，国际连锁的 Starbucks 嘛来台湾探金趁钱。这个时代的咖啡，毋是文化，嘛毋是车花，伊是商业产品、消费、享受。毋过，为一盒几十箍的普通咖啡，到一盒几百箍的有道咖啡，反映出台湾资本社会呢暂然显明的社会阶层。咖啡的价值反映台湾的社会变迁，伊的起草好歹，脚印台湾政治甲经济的历史分野。伫日本时代，伊代表的是进步思想甲文化水准；伫白色恐怖的时代，伊是偷偷掖掖的车花享受。即马，伊是大家拢会使咧啉的饮料。有人准伊是提神物，有人准伊来做伎酿，有人准伊来陪伴恋爱故。咖啡伫现此时代表的是自由的滋味啊！